個一房一廳咧係華苑小景個拼佢興嘅喎啊！咁咧目前咧係出售咧37萬嘅，咁佢係一房一廳嚟㗎，同埋咧佢係78平朝嗰個東嘅，佢入面裝修咧非常之 OK 嘅喎，佢業主係非常之有品味嘅。咁咧佢可以嗰陽台嗰度咧可以放多傘，又可以放多水，啊！即係風水格局非常之好嘅喎。係啦，我哋阿 Winnie 咧就好中意呢一套房，佢話呢套房風水非常之好啦，係我哋廣東人同香港人最中意嘅有山有水嘅景啦。而且咧佢係成間屋咧保存起碼有90%新啦，成個屋企嘅家私家電咧都會配送翻375000呢個價錢攞個78個方嘅單位，目前嚟講咧係小徑灣呢邊咧呢一套咧係算係最好，價錢係最平嘅一套啦，唯一一套啦，依家係。之前我哋拍過40萬嗰套咧，都冇呢種家私家電，即係啲家私家電已經爛晒啦，而且咧景咧係望人哋嘅樓頂㗎，都要40萬，所以呢一套單位呢個價錢真係因為業主係急售啦，所以先至呢個大啲價錢啦，OK。係啊，同埋咧小區咧啲入睇下嗰個綠化環境非常之 OK 嘅喎。係啊，佢平資費好似180一個月嘅，係咪一個管理費幾多啊3蚊3一個方。哦，咁好平㗎啦。係啦，喺華潤小徑灣咧行去，一落樓行出去就係我哋嘅海邊啦，仲有我哋嘅商業配套都係非常之完善嘅，有我哋嘅茶餐廳啦、奶茶啦、咖啡啦、魚係啦、睇電影都有，所以咧真係非常之齊全啦，可以享受我哋華潤小徑灣嘅配套，加埋我哋梵高的海嘅配套都 OK 㗎嚇。OK，講咁多啦，如果想買勁愛啲嘅朋友。